搭飛機嘅騎呢程度分為輕度、中度、重度同埋印度。話說喺2025年嘅3月5日，一架從芝加哥飛往印度新德里嘅印度航空波音777客機啱啱完成爬升，當扣好安全帶嘅信號燈熄滅，飛機上就有幾十個印度乘客同時噼哩啪啦咁解開晒啲安全帶，爭住去廁所，急得咁緊要，點解唔上飛機前喺機場先解決呢？呢個至今都係一個謎。就喺飛機起飛差唔多2粒鐘之後，機組人員驚訝咁發現飛機上12個廁所居然塞咗8個。經驗豐富嘅機組人員掃視咗機艙嘅乘客，根據佢哋嘅種族嚟分析咗一下，恍然大悟。於是馬上將塞咗嘅廁所門鎖住，引導乘客使用其他仲未塞嘅廁所。點解我講仲未塞啊？因為過多1粒鐘之後，又有3個廁所塞咗，成個機艙就剩翻1個廁所幸存。喺呢個時候，機組人員開始意識到事件嘅嚴重性，一邊引導乘客合理使用嗰個唯一嘅廁所，一邊維修嗰8個淪陷嘅馬桶。點知唔整猶自可，一整就真係大開眼界咯！佢哋喺廁所嘅排水管勾出咗大量嘅膠袋、抹布，甚至係衣服。佢哋唔會當咗個馬桶係洗衣機啊嘛？嗱，芝加哥飛新德里嘅航班要飛14粒鐘，剩低嘅12個鐘裏面，全機嘅300幾人一齊排隊用嗰格廁所，你哋估下班乘客捱唔捱到啊嗱？過咗冇幾耐，網上有說法指啊，機艙嘅部分乘客出現咗明顯嘅身體不適，大量乘客坐立不安，嚴重者甚至用力夾緊雙腿，面部肌肉出現咗生理性嘅扭曲，有乘客為咗爭廁所發生口角，亦有乘客實在忍唔住就地解決，機艙成為咗人間煉獄。當時隻飛機已經到咗格陵蘭嘅上空，但附近大部分機場受夜間運作限制，唔適合緊急避過，機長冇計，被迫返航。於是隻飛機又飛咗5粒鐘，飛翻去芝加哥俾班乘客先解決私人問題，同時爭取時間維修飛機嘅廁所。機組人員喺飛機通屎渠都通咗1日先至搞掂啊！咁係咪飛得啦？仲未。由於機艙內嘅糞大腸桿菌嚴重超標，所以又要殺菌殺咗1日。想了解糞大腸桿菌有幾咁近嘅話，可以睇翻社長支持講行道嗰集。根據印度航空嘅航空日誌記載，每個月都有30至60單廁所俾雜物堵塞嘅記錄。由於印度飛機嘅廁所成日塞，而航空公司又想隻飛機盡量揼多幾轉，所以經常冇時間維修廁所。於是就會喺印度見到航空公司喺起飛前通知乘客，本航班全程禁止使用廁所，請各位乘客喺登機前盡量屙清你嘅大小二便。塞廁所都只不過係印度人坐飛機嘅其中一個騎呢行為。三哥喺飛機上嘅神操作，喺人類大腦完全開發之前係冇可能想象到出嚟嘅。譬如2023年同樣係3月5日，一位印度籍嘅男子從紐約飛往新德里，結果飛機啱啱起飛咗冇幾耐，嗰位三哥就進入咗佢嘅空中形態，改變原來正常人嘅坐姿，直接踎喺張椅上面開大。濃烈嘅氣味瞬間彌漫四周，糞大腸桿菌喺機艙嘅濃度迅速飆升。面對三哥嘅貼面開大，機上大約300位乘客喺空中避無可避，發誓以後都唔再坐來往印度嘅航班。呢啲充其量都只不過係核突隱隱都算啦。問題係印度三哥嘅航空公司最騎呢嘅地方係攞乘客條命嚟教飛啊！嗱，按照正常嘅航空公司標準，新入職嘅飛行員要先考試再飛。但係部分印度航空公司嘅飛機師就免試入職，話有時間考試，不如喺空中揼多幾轉好過。根據 BBC 嘅報導，2011年印度爆出至少有4人被發現偽造證件駕駛飛機，另外仲有飛機師喺飛行途中瞓着或者係酒駕、醉駕等等，呢啲社長都懶得講。對飛機師都咁喎，對隻飛機就可想而知啦，冇必要都唔使保養，慳得就慳。社長聽聞，印度就試過有飛機喺半空中飛下飛下，駕駛艙門突然之間成隻甩咗，彷彿為劫機犯打開咗方便之門。呢個都未算係最牙煙㗎。社長聽聞有次有個鬼佬啱啱上咗印度航班，就發現機翼上嘅引擎吊架開裂，隨時都有可能飛到一半，個引擎直接跌咗落嚟。咁大鑊，個鬼佬梗係嗱嗱聲話俾航空公司知啦。難得嘅就係今次三哥嘅效率極高，幾分鐘就居然處理好。點解咁醒爬呢？因為三哥諗到一條絕橋，就係用膠帶嚟黐翻住個引擎吊架。一個字，絕。嗱，你冇聽錯，字幕亦都冇打錯，佢哋真係用膠帶係咁易黐住就想飛。雖然用嘅係專業嘅航空膠帶，但係嗰啲膠帶都唔係咁用㗎。
引擎吊架開裂喎，分分鐘機毀人亡。個鬼佬田面咁矜貴，梗係唔敢坐咁嘅飛機啦。於是就嗱嗱聲打電話投訴到民航局。結果民航局派人嚟檢查過之後，俾出嘅答覆係可以繼續飛。咁嘅飛機你夠唔夠膽坐啊？嗱，個問題俾各位社員，如果你係嗰個鬼佬，你會點做啊？嗱，歡迎分享。嗱，社長講咁多唔係要你哋討厭印度，而係話俾你知，如果你真係必須要去一趟印度嘅話，生命冇 tattoo 一定要額外注意安全啦。今期先講到呢度，下期見啦！